曾被誉为桃园龙潭第1街的三坑子，是100年历史客家村。老街街道弯弯曲曲，外窄内宽。据说这样的设计是为防盗贼入侵。万一真的遭小偷，在弯曲的小路上，小偷找不到出路，就只得束手就擒。家家户户做这么紧，就是祝大家互相帮忙，相帮相添啦，相帮相添。看到年轻游客，阿秋怡忍不住跟学生们说起三坑子的故事，还教了几句道地的客家语。年轻时就嫁来三坑子的阿秋怡，一手好厨艺，小店里头全卖的是她拿手的客家小吃。不少已经搬到外地很多年的老邻居，都特地每星期回来吃这个熟悉的味道。现在外面很少人做，好吃。糯米浆包萝卜馅料的客家板粽是最正宗的古早味，店里头的招牌则是这碗牛问水，是客家人耕田休息时的甜点。这小点其实很像麻薯，是将糯米团以滚水煮熟后，加入黑糖姜汁稍微熬煮，再撒上花生芝麻碎片一起吃。夏天还有剉冰板。不希望手艺失传，现在阿秋怡的店里头多了女儿和孙子帮忙。想要休息，可是又舍不得，就是传起来啊，传统起来啊，不要丢掉就对了。一家3代一起顾着小小的客家点心摊，只希望与更多游客分享这最实在的客家好味道。上课喽！上蹦上听，上蹦上听，上蹦上听。